请观赏台视午间剧场《双喜》。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。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。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。手牵手。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妈，阿爸哪会还袂出来？你乖，一点咪就出来吼。米娇，你有乖乖听妈妈的话无？叫妈妈听。金头，你来这是要创啥？代志拢已经安尼啊，你敢袂用个脾气小改一下，莫这么歹？你讲煞的话，假如你若是讲煞的，我先要入去。哎，小等。这是我替你准备的衫裤，你伫内面，爱好好照顾你家己。我想要带民强，转去庄脚，甲阮老爸住做伙。伊已经老啊，我是伊的唯一的查某囝，我有这个义务甲责任，好好我照顾伊。伊超限我的代志伤济啊，我应该要好好陪伴伊。或者讲，我即摆已经有够凄惨，有够落魄。你爱安怎做就安怎做啊。金土，你一直认为我是有你的囡仔才甲你结婚的，其实毋是安尼。当然嘛毋是。你是看介意我的钱对无？无毋对，我承认。啊，毋过，自从我有你的囡仔，我就一直在爱你，你知影无？你是不是想要改嫁？所以才会走来这对无？
我已经讲过啊，卡叔你若是想要改嫁，或者讲是逼我甲你离婚，签离婚协议书，只要你摕来这，我会签。金头，好啊，你免得再提口口，我还袂叫人拖去枪上。敢讲你无想要对我甲囡仔讲淡薄仔话？你叫明桥听。阿爸，明桥，阿爸无伫的时阵，阿爸即马讲的话，你还会记得？第一，你要听妈妈的话；第二，你要好好友好阿公妈妈。第三，你要好好认真读书，做一个有出头的人，知影吗？知影。金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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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头！今日厝这菜哦，拢阮秀玲爱这菜。到到这个所在，秀玲当然毋知会管事啊袂。到即摆人还无看。哇，是生怎疼？秀玲，毋知会转来袂？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秀玲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不好。秀玲，转来倒，转来倒，转来倒。明叫来，紧叫阿公。阿哥，顶摆甲你赶出去，真是啦。我不是，这个你妈讲啊，阿公袂怪你啦。你今仔日，秀玲，这讲，没有，阿公我煮这菜哦，拢了不上爱食呢。秀玲，你看。哎呀，我真想要欢喜哦，我煞甲你袂记，歹势歹势。哎呀，阮秀玲，这几年拢是你来照顾，毋知要甲你感谢怎好。阿伯，你莫安尼讲啦。自细汉，我含秀玲当作家己小妹同款。阿伯，你看阮阿爸咧。无呀，哎呀，我哪有遐了好？来来，坐咧食，坐咧食，来，坐。哎呀，阿姊，你对阮遮尔好，搁鼓励我读书，将来我一定好好报答你。乖。秀玲，我要转来。无咯，还袂食咧，食就才会走啊。无啦，我已经出来几啊天，我无转去看卖，我袂放心啦。啊，喂，我煞袂记，歹势，要无偷行。哎呀，叫回来啦吼，再找一个时间来甲秀玲开讲啦。好，好。好啦。哎，
多谢你。袂散吼。多谢你哦。小丽啊，昨你用倒转来，我咧烦恼讲，这你毋知倒来关系啊袂？会啦，阿爸，家境丽丽的，嘛是足舒适、足温暖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阿母啊，阿母啊，我转来啊。是啊，转来啊，秀玲转来无？有啊，金土遐我小律师甲变化啦。好好，啊，师妹呢？伊人无伫个啦。啊，去倒位呢？啊，都吼，江太太过身去啊咧。啊？那走较紧。安爸，谢谢你，妈的后事全靠你料理了。金龙玉凤，给叔叔磕头。不要，这是干什么？现在什么时代了，还行这种礼数？况且，我也是姨妈的义子，讲太见外。走，走。师妹，金龙跟玉凤，大家成家了，有没有问题啊？没问题，我帮你带着，好不好？他们没事的，我自己可以带。我还是替你担心啊。阿喜不知道妈妈过世的事情，真的没事。师妹，妈，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师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妈怎么走那么快？回去再说。先谢谢安邦，他替你做了不少事。金龙玉凤，我们走。谢谢你了，安邦。叔叔再见。叔叔再见。李老师，感激你，不知道可以说些什么。师妹，歹势啦，我袂想到代志讲遐尼严重。在病院我都已经甲你暗示啊，你还是做你走。但是秀玲代志嘛足紧急啊。紧急啥？你是警察，敢讲你唔知影警察掠人、犯人判刑，拢一定有过程的。阮大家着病变，遐严重，话走就走，敢要回去互你等着？歹势啦，迄阵我无想遐济，
改嫁予你，带阮大家两个孙寄来恁兜，已经真无放心啊！你阁答应讲，要亲像家己亲生老母安尼甲照顾、甲友好，结果呢，你连伊最后一面都无看到，我阁毋望你会当送伊咧。歹势啦，我知我毋对。一句毋对，就会用得上。这件代志，我要原谅你了。你嘛知影，我毋是无友好因阿母啊。我知影，但是我感觉，你若拄着秀玲的代志，其他你啥物代志拢会袂管。好啊，心妹，你莫有悲伤啦，吼。我希望我是黑白想，哎，咱已经结婚了，我的腹肚内嘛有你的囡仔，拜托你一下，以后啥物代志，你敢会用甲厝内底代志藏大声？这款话对我来讲是有较自私啦，啊，不过嘛是真实际啊。好啦，莫阁伤心啊啦，吼，后摆我知影我要安怎做，吼。你讲，你甲秀玲接倒转来，伊将来要安怎生活？拄好去食秀玲的醋，即马煞甲关心起来。好啊啦，无诶，我知阮某心肝上好啦，上暖心的啦，吼。好啦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阿姨啊，暂时安尼心内哭规暝，是毋是有遇到讲吼江太太过身的时阵，你无伫的？这代志我对做袂得过。他有啥物好袂得过啦？呾人要死，咱嘛无法度啊。好你家在，你敢知？拄好你无伫的啦。无这江太太吼，时时咩较早因翁的老母啊。我去甲斗3工哦，都敢若当作讲哦，厝边隔壁安尼甲斗3工。若无哦，我实在哦，即个面哦，毋知要举喺倒去，你知无？阿母啊，大拢家己人，你若分遐清楚啦。像秀玲啊，虽然毋是你亲生的，但是你嘛是家己当作家己查某囝共款，啥物代志你嘛会甲伊帮忙。迄无共款啦。我叫你去甲秀玲斗3工哦，嘛爱你欢喜甘愿啊，对毋对？是讲哦。你我的囝呢？你心肝内咧想啥吼？我这个做老母的拢知的啦。但你即摆心肝内吼，是无遐尼简单，甲秀玲放袂记啦，对无？阿母，你莫有白讲。你喙毋讲吼，心肝内说想啥物人吼，迄拢无要紧啦。非得吼，都会当甲咱同家安尼生一个金孙互我抱吼，迄才是我的好媳妇啦。我要来秀玲遐啦，吼。要做伙来无？袂啦，我起来创啊。惊恁某知影晓，哈？有我含你去，你是咧惊啥？莫安尼愈来愈惊恁某啊啦，哈！阿母，你无花钱制服，我要来上班啦。阿姨啊，我知影你要上班啦，无你嘛想煞甲恁老母安尼载一下，好无？好啦好啦，行啦。秀玲，阿爸，你遐早起哦？哎呦，这物件你唔通甲我款啊！到时我三无赞。袂啦，阿爸，我毋是囡仔，这本来就是我应该要做的代志啊，咱无啦，真济啦。秀玲，你做这工课，你手会粗气啦，袂用的啦。
表示讲我已经大汉啊，对不？我去讲你较早像安尼幼绵绵，我即马即几日做了真忝无？袂啦，阿爸，我已经有一个查某囝呢，所以手粗迄是应该的。